有很多书，然后可能会有很多小朋友在里面跑来跑去啊，家长放风的地方。看它的外观好像蛮漂亮的，所以我觉得里面应该有很多可以完美拍照的景点吧。而且看起来设备应该就是蛮新的，所以很期待里面的环境。这个总图很不一样，我觉得它是有非常非常多功能，而且它很着重亲子的这个共融空间哦，可以阅读享受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期待这里真的是未来台南市的心脏，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好地方，带动我们整个永康地区一个非常好的景点，提升我们永康区整个精神人文素质的这方面我想应该还是会有很大的增长那我相信有了这一栋以后，这个总图我想是一个多功能的，不是只有图书馆的功能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功能设施的对我们地方，尤其对我们台南市整个图书馆尤其在教育文化上的这种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台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将于明年1月2日开幕启用。你准备好来这座宛如美术馆、媲美成品的图书馆走走看看了吗？新总馆不仅漂亮，还有许多特色哦，像是有全国最大的24小时借还书机，让你借书还书不再受时间限制。更特别的是，图书馆内还设有烹饪教室，让台南的美食文化从书架延伸至餐桌，还有许多有趣又好玩的空间，让你来总图绝对不无聊。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叶泽山。我们的新总图即将在1月2号就要正式开幕，要让更多的民众来到一个具有未来性的一个图书馆，里面有非常多的设施，其实都是其他图书馆所没有的。譬如说，有一个24小时的借书还书机，可以同时容纳2560册的一个书籍，让你在24小时随时都可以来做取书的动作，可以说是最智慧型的一个服务的设施。还有年纪小的小朋友，在我们的 B1 有一个无感体验区，让0岁的小朋友跟着爸爸妈妈从小就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一个城市的灶咖，这个烹饪教室内容很丰富，它有将近10个所谓的中岛，可以同时在这边提供教学、上课、专题的演讲。另外，在我们的4楼有一个书店，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氛围，还有非常多的公共艺术，仿佛你来到美术馆一样。不管是我们的茶水间、我们的走道的空间里面，都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的一个呈现。所以1月2号，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全新的一个台南市图书馆。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3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确保疫情期间民众会当安心的参加跨年演唱会，避免有任何的破口，市府宣布要遵守5个步骤才会当进场。上午市长嘛实地进行防疫演练，提醒民众早身份证提早进场。受疫情影响，各县市有办跨年的拢紧张加，但市政府嘛有关规格宣布5大防疫措施，包括一定要对管制口进出会场，入场要实名制登记、量体温加双手消毒，活动全程挂吹安，以及禁止饮食。对此，市长黄伟哲上午一透早嘛以市民的身份实地演练各种的状况。包括有查证件、无查证件，甚至什么拢无查，要安怎处理？呼吁市民一定要严格遵守。还有没有要在实名制那边联络一下？那边填写资料，市长先帮我们填写一下那个资料。先消毒，先消毒。通过了，通过。手机的好不好？第三，都能够很顺利的让人潮这个进入会场，然后进入会场之后，我们还有专人来做人潮疏导，就是说避免拥挤人
好并肩挤在一起，好。然后如果我们也有专人在现场巡查，如果他把口罩拿下来的话，或是拿下来在饮食的话，我们会请说你请停止，请把口罩戴上来，要不然的话他还是不听，还是依然故我话。因为我们一组人大概是有4个到5个人，都请他离开现场，好，这个部分我们就会离开现场，在离开现场之外，我们外面就有远警，好，就可以执行公务，哈，该开罚就开罚，该请他劝导离场就离场。安宁会中，因为一旦无查身份证，进场需要填写资料，反而引发排队人潮甲民怨。议员呼吁一定要先伫网络登记。那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建议新闻处可以再把这个要来的民众的这个网络 QR code 可以先把它放在网络上，让那个市民可以先来做填写。那填写完之后，在这边跟那个相关单位来确认完之后，就可以进到我们的会场。这样子可能就不用造成这个4个门口的一个堵塞，然后也可以让市民可以更快的看到更好的表演。市府强调，民众进场以后，卖加强巡视，只要烫掉嘴暗，或者是啉者接受口渴唔听，得直接带离开现场处以罚款。需要求市民一定要全力配合。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文化部伫日前公告8位新增加的人间国宝，其中台南的传统工艺师就占了4位，包括杜幕河、陈三惠、黄福寿甲蔡德泰。上午市长除了颁发人间国宝的匾仔，嘛颁奖倒wat市民来表扬。为了表扬台南这4位艺术对传统工艺贡献，会中文化局特别制作包括泥塑艺术杜幕河、剪染艺术陈三惠、玉雕艺术黄福寿以及传统木雕蔡德泰影片，除了肯定因个人长期坚持伫工艺成就，嘛展现台南伫文化艺术的软实力。会中更邀请市长黄伟哲以颁发卓越市民甲人间国宝的匾仔。场面相当温馨。不管在玉雕、在木工等等的诸项诸多工艺所累积出来的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这个文化创作来讲，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荣耀，但是却代表着台南市全体市民对这4位大师很深的一个崇敬。因此呢，我有幸代表台南市来颁赠这个荣誉这个奖项给4位大师。我们希望说，接下来有更多的艺术工作者，他不管在他各自领域上能够发光发热，继续为文化工作的传承而付出心力，做出重大贡献。据了解，文化部日前公告8位人间国宝，其中有4位来自台南，相当难能可贵。上午受证典礼会中，除了亲朋好友来观礼，包括展现因作品的福隆宫、万丰宫等名物嘛拢出席。文化局期待这4位艺术，除了是台南传统艺术工艺保存者，更是珍贵资产的传承者。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随着疫情升温，加上寒流来袭，真侪新庄族群因为申请新庄津贴标准，比例的后头厝的收入造成资格无符合，被迫取消新庄津贴，造成生活是更加困苦。透过议员陈情，上午也即市府社会局、甲卫生福利部社会司共同召开记者会，寻求改善的办法。市府社会局新庄津贴的标准，过去无纳入后头厝的财产，被监察院纠正违反两性平权。结果今年纳入后头厝的收入以后，造成侪新庄者领袂到津贴，因此纷纷来向民意代表来陈情。我要去请，阮后仔要请，我是调我的市大人来你就计算就好啊。即摆毋是，我调我的市大人无毋对，阮某就搁爱搁调阮兜调阮场嘛，调伊娘家的市大人来算。我跟你讲，拿安尼落去，大家拢太调伊啊。娘家的现金存款，以后敢会一个月5000块互阮？啊，娘家的财产干我们什么事？啊，我感觉这个审核的标准非常的无公平哈。啊，我们要出什么呢？一个月加起来钱啊，就无到7000块啦。规个月生活是安尼啦，对不？
所以讲真正雪上加霜啊，可怜啊。对此，台南市议会议员无分哪力，上午邀集市府的社会局、甲卫福部社会司共同召开记者会，希望寻求解决的办法。甲因这双亲的一个财产嘛安尼计算入去，这安尼影响到伊就阮非常的大。真济这安尼身上的朋友就安尼就无通过啊，因这身上的生活津贴就安尼。得爱促销去啊，就直接把所有的太太的娘家那边就直接推定，你的含义就是互相之间就是有互相的依存抚养关系，这是唔对的哈。身障朋友怎么去照顾？我觉得我们政府做的已经是不大够了哈，又在这个身障津贴这么微薄的这个金额上面又去苛刻我们的身障朋友哈，我想。这个已经失去了照顾这个身障朋友的美意哈，不管是我们社会司或是我们地方的社会局，能够从宽去认定这样的一个状况，让我们所有的社会福利能够符合条件的人，他们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期待。将社会弱势的一族啦，伊需要政府长期先给咱帮忙，结果恁阁无法度甲帮忙，恁政府啥物路用啦？对此，市府社会局主任秘书主动回应，新疆津贴并无来取消，只是过去县市合并以下放宽的标准，现在被监察院纠正，只有回归社会救助法的保法来办理。我们的身障津贴不是取消，而是今天大家在讨论的应该是我们身障津贴在审核标准上的一些异动，倒不是身障津贴取消哈，这个我要先说明。那第二个是说。我们今天在审核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是我们在县市合并的时候，因为原台南县的我们自己台南市的跟原台南县是属于比较宽松的，那我们还是当时是采行台南县的模式继续来运作，那已经大概10年了。其实在这10年中间，我们台南市的审核标准是比中央以及跟别的县市要来的宽松。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环保局展现客站暗时臭味污染的决心，除了使用各种科技仪器来辅助客站，佮培训一批片臭味的嗅觉员，要来找出臭味的污染源。对着空气污染、异味等问题，民众检举甲定情的案件多。这个时阵，环保局会派出客查人员采用现场的空气，再交由民间单位分析。但由于这款状况时常发生伫咧深夜，真侪民间业者无愿意遐尔晚时间接案，连带影响到处地成效。台南市环保局自9月起筹建异味官能测定室，以80多万的经费，打造出温度、湿度稳定的实验室。并培训48名闻臭师投入客查工作，会当更加快速回应定情民众的诉求。请揭牌，台南市异味污染物官能测定室正式启用。不管是市长信箱，或是局长信箱，或是局长的网页，或者环保局网页，或市府的1999，每次有味道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个市民都非常敏感，尤其台南县市合并之后，过去台南县就是农业大县，很多畜牧废弃物啊，或者像最近的抗争，什么给赛啦，那个民众都有很大的一个意见，所以我们必须要及时，甚至要超前的反映这个问题，在问题没有变成失控或者是变成很严重之前，我们就应该要开始去处理它。所以说，我们很感谢环保局谢局长在财政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率先来做。每次呢去采样回来之后，那我们要去送验，送验呢如果是白天，也许马上可以送验；如果晚上的话，送验要委托人家，就那个程序就变得很冗长。因此呢，我就一个发想，就想说，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做？所以呢，在自己做呢，前提上要有人、要有设备、要有空间。3个月的时间培训了48位的闻臭师，希望呢这些闻臭师呢能够立即的发挥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测定功能。
每一届执行文草测定，需要6名嗅觉师伫测定进前，嘛先接受5种味的试验，确保受挂正常。而且文草师的挑选嘛真严格，不但袂当食粉、部分糖，嘛袂当食咸、伪装等等，限制真侪，就是惊最后会影响到受挂判定。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颜彩画是一种运用矿物的设计来创作的艺术手法。世界知名的敦煌石窟的壁画就是颜彩画。现主时知名颜彩画艺术家惠松大师正伫咱台南的5行公会堂举办伊的工艺特展，透过镜头带大家先来看卖。透过画面欣赏到的遮精彩的画作，除了会使看到用色的丰富，也会使感受到画作当中种生活的升温，同时也阁会使伫色彩当中看到淡薄仔反光。这是因为遮的画作是有加入矿物来作为颜彩画。遮的作品拢是知名的颜彩画艺术家惠松大师的作品。即届大师伫卓越杂志、甲扶轮社以及台南市政府等单位的协助之下，特别转来故乡台南举办公益画展。大师表示，伊会选择颜彩来做画，除了是较好保存以外，也是因为使用颜彩来做画，互伊感觉较尊重遮的生活。中国古代在敦煌呢，我们看到都是用颜彩，这颜彩保存到现在已经将近几百年都不褪色，而且呢，活像又是一个很高贵的画像。我想还是说以这个颜彩来画画，觉得是比较有一种尊敬的心，以及呢，给他的货予保留会更值得。这届上大的特色之一，就是运用电火的无共，将画作分做2大区。其中无电火的这区，需要民众运用手电仔来接近画作，安尼就会使看到颜彩画当中的矿物的反光，非常具有卡斯。对着观赏者来讲，这就亲像一场视觉的饗宴。这一次首创的部分呢，就是夜间来看颜彩画。一般对颜彩画了解比较少。那颜彩画是由矿石它去作为原料，所以当你在夜间的灯光折射的时候，它颜彩里面的石英石，它有一些灿烂的颜色，会随着灯光而发展出来。它的奥秘其实希望大家带了一个小手电筒，夜间下班空档过来看一个颜彩画。这个画展30号上午伫吴园公会堂盛大来开幕，市长杨伟特也亲自出席，并伫大师的带领之下，一一欣赏遮精彩的作品。3、2、1，惠松大师慈善公益画展正式开幕。好，把它剪下去。惠松大师很高兴能够不仅成为台南的荣耀，也成为台湾之光，更扬名国际，让许许多多的外国的朋友认识台湾，认识佛教的文化。这届展出的作品当中，也有惠松大师特别为台南创作的作品，就是这幅天佑安平，万事万归，呈现台南安平日头落山的美景，加上妈祖的信箱，整个画面浓重温暖。台南安平是一个很古老的地标，那用颜彩最好能够显出它的色彩感，我就认为用颜彩来表现，尤其是在安平西照那这是台湾呢风景12景之一。我现在呢所用的就是用黄金
金箔打底，然后上面再用盐块来画这一张画，而让它呢整张画有一种好像太阳西下在照亮的那种感觉。这件画展的收入将会捐赠予公益团体作为艺术教育来使用，要予喜爱画图的学生有持续学习的机会。同时，这个画展将会展出到1月24号，接下来也将要开始全台湾的巡回，希望予更较侪民众会使欣赏到惠松大师的精彩作品。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2020年环境永续是水利局重要的施政目标，包括中央甲地方合作，已经投入159亿的治水经费，希望摆脱民众饮水的噩梦。其中，竹溪水环境改善计划正是一大骄傲的成果。为了向市民报告黄市长就任以来水利局的治水顶一棒接一棒延续施政的成果，局长韩英华28号特别针对溪南的台湾、三明溪、13店等排水的重大改善工程，希望一步一步彻底解决民众饮水噩梦。另外，防洪排水伫竹溪水环境改善计划，嘛成为全国唯提下上了国家卓越建设奖的肯定，成为一大亮点。主溪的部分呢，我们现在大概整治了到第一期850公尺，未来后面的大概450公尺，我们接下来也积极的会再跟环保署、水利署、营建这边一起来争取经费来做相关的办理。当然，未来我们第2期的部分在哈尔纳尔森林公园，我们一定会特别注重以生态的一些工法下去办理，不会只有单纯的一些混凝土的一些构造物，那我们会特别去营造这个生态一个环境，让一些动物也能栖息。那另外呢，当然整治环境好了之后，我们会透过其中的一个空间的一些营造，让民众也能适时的一个来这边做一个休闲游憩。过去民众对着水利局拢只是治水的影响，不过其实现在也进一步加上清水环境以及再生水，要来进行资源永续发展。台湾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解决十文溪排水第10号桥通风断面不足，那落大雨就造成灾害问题。市府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1亿1300多万，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正式启动十文溪排水的整治工作。十文溪排水系统只要拄到雨大雨，就容易发生排水袂赴、淹水灾情，也互安中路被人戏称为安中河，多年来造成当地居民真侪烦恼甲不便。前几年拢个袂当出去，离开内底，到这个的，有时到家呢，有时嘿啊。为了解决当地淹水问题，市府向中央争取1亿经费，办理桥梁改建计划，工程预计伫咧111年顺期进行完工。安中路被调侃为安中河主要是因为排水不及地势低洼。那经过这个桥的改建之后，把桥面抬高1.4公尺，把这个桥长拉长18公尺，把整体的这个排水断面都提高以后，我们希望能洗刷冤中河的污名。借着曾文10号桥的改建，也希望打通水流的任督二脉，希望让这个人车的通行更便利，让水流的流动也更顺畅。市府工务局表示，目前十文溪排水第10号桥桥长大约40公尺，改建后会提悬桥底悬度，以符合台南地区十文溪排水治理计划的要求。工程完工了后，将会当提升十文溪排水防洪的能力，佮配合排水整治改善，有期将会当解决安南区12店地区的淹水问题。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有时乌阴的天气，温度10度至1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2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